学哑语，学哑语。也不宁波连不列江湖，我给他们吃饱的时候，也不宁波连不列江湖。宁波天就是尖，就是尖，天凹天高，江冠正群。江冠列闽去买本身买本身念母西端端列标这个宝字，这个标就是宝，宝就是这个家的意思，标。也不宁波连不列江湖，我给他们吃饱。这个连就是方言，就是个方言。方言说你连烦了吗？你严了吗？你安了吗？它就是个燕字。你连烦了吗？就是这个连，就是言。连饱吃饱的时候，这个本呢，就是个广东话里头有有这个字，广东话它加个单人旁，因为这个古代没有偏旁，因为汉朝或什么时候用的是这个字，那是没偏旁。广东话它用一个偏旁，意思是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词进入了广东话。吃饱的时候，宁波hen就是奸，奸就是强奸啊、玩弄啊。这个奸字它可以读成纤，比如说纤维的纤，纤维，它是不是读纤呢？像这个奸字它不一定读奸，它读纤。hen傲hen过奸，傲就是老婆，老婆就是妻子，老婆傲奸，hen傲hen过就是丈夫，男人，他这是玩女的玩男的，过就是男人。这个过呢就是桥这个字方言中有没有这个字呢？我问过别人，好像说是有，他们是桥字，有可能农村有地方这个男人叫桥，可能是有的。江冠正群，这个冠呢是群的意思。比如说那个江里那个鱼啊，江里的鱼，一罐罐的鱼，就是一群群的鱼。这个群字它方言是从罐，一罐罐的。江冠列成群的，就是整群的闽去买本身的母西端卖本身的母西端，卖本身的女子，就是卖身的女子。这个母西端这是姑娘的意思，女子的意思。这个字就是个字，因为这个西呢是指儿子，这个西是指儿子，母是狗，西子就是儿子，母是狗。这个西是指儿子，加个女字旁是指姑娘，就是卖身的姑娘。这个字是对的。
因为这个西字它是指儿子，这个加个女字旁就指姑娘，这是很对的。母是狗，卖身的女子，母西端，这个端就是个子的意思。现在那标就是妓女的房子，标就是房，这个字写成宝字，宝字它就是个房子的意思，宝就是个房子的意思。汉语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清楚，但它是个宝盖头，它就是房子家的意思。标就是宝，就是那个汉语是个扰乱的苗瑶语，汉语的读音的错误，它扰乱了苗瑶语。这个埋字呢，跟方言读音是一样的，音调也是一样的。它是个埋河，它的声音很声扬，它是个埋河，它是这个卖这个音调呢，跟方言一模一样。也不宁波年波的江湖，我给他们吃饱的时候，宁波很傲很高，他们玩男的玩女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将官联名，整群的去买本新的木樨端，去找那个卖身的女子的标家，这标就是宝，写成宝字。这个木樨端，这个字是不是这个西字？以前我说就是的，因为日语中它是这个西就是儿子的意思，母是狗，然后这个西字呢加个女字旁就是姑娘的意思，并不是汉语的意思。汉语的意思是错误的，汉语它扰乱了这个苗瑶语，这个苗瑶语呢都是汉字，都是汉字。